喺唐代，好多外國商船都停泊喺蛇口附近。當時屯門軍鎮嘅總部就喺蛇口上面。各位同學，我哋可唔可以想像唐朝時候嘅商船停泊喺後海灣嘅情形呢？嗱，而家有一艘船正得到傳召，開始駛入廣州進行貿易。船轉過蛇口，入珠江口，沿住珠江，終於到達廣州。貨物喺廣州轉卸落比較細嘅船上面，然後可以繼續向內地進行貿易。船首先沿住北江北上，轉入精江，然之後行陸路經梅嶺關，再接入贛江。船就慢慢駛入鄱陽湖，只見波光繁影，一片詩景。離開鄱陽湖之後，船就接入長江，然之後左轉到達武漢三鎮，得見著名嘅黃鶴樓。當離開武漢之後，船就駛入漢水。經過兩旁高山，蜿蜒喺漢水上面流動，就到達咗古代嘅漢中。再走陸路，然之後再接渭水，就可以到達唐朝嘅首都長安。當然，船亦都可以喺長江右轉，駛入隋朝建造嘅大運河，接入黃河，將貨物運到中國大地其他地方。香港同內地嘅交通就係咁樣相連起嚟。古代讀書人上京考試都會行呢一條路線，佢哋每一程都會用上半年嘅時間嘅。同學可以知道中國係幾咁大啦。就係咁樣，外來嘅貨物，又或者喺廣東出產嘅物品，都可以沿住呢條路線向內地流去。其實香港同內地當時嘅關係已經係好密切㗎啦。